Shalom，早晨啊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晨光暖愛心冰冰讀聖經嘅時候，仲有幾日，2026年就到啦。喺呢個除舊迎新嘅時刻，我衷心祝福喺新嘅一年，願世界和平，並且所有嘅弟兄姊妹都有從神而嚟嘅喜樂同平安。咁樣就有人問我啦，聖靈果子嘅和平同聖經所講嘅平安究竟有乜分別呢？事實上，聖經所講嘅平安 Shalom 係一份珍貴嘅禮物。主耶穌用佢嘅生命令我哋同神恢復關係，令我哋生命揾到根源，得着地位上嘅穩固。而聖靈果子嘅和平係一種生命嘅味道。當聖靈住喺我哋裏面，佢會將嗰份從神而嚟嘅平安轉化成我哋內在嘅品格。世界嘅和平係睇外在嘅環境，冇事發生就係和平。聖靈嘅和平係睇內在嘅品質，即使外邊嘅環境好亂，我哋裏面依然有一份從神而嚟嘅定力，可以同自己啦，或者同身邊嘅人和睦相處。所以主耶穌作為和平之君，佢唔會將平安呢份禮物送咗俾你就算數，佢係想成個人住喺你嘅心裏面，幫你結出和平嘅果子。佢賜嘅唔係世界嗰種短暫嘅安穩，而係能夠醫治人嘅心，超越環境嘅真正平安。聖經約翰福音14章27節，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，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，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讀完呢節經文，可能大家會諗，耶穌當時係咩心情呢？其實當時係耶穌釘十字架前嘅一晚，佢知道自己即將要離開門徒嗰陣時好驚好混亂，因為佢哋嘅依靠好似就嚟消失。但係耶穌喺呢個黑暗嘅時刻，並唔係同佢哋講加油，而係話我將我嘅平安賜俾你哋。所以耶穌係想話俾門徒聽，亦都係想話俾今日你同我聽。雖然我哋唔知道未來係點，但係主就已經知道啦。只要我哋連結喺佢嘅源頭，我哋就可以喺動盪之中都能夠結出和平嘅果子。依家我哋帶住呢份應許嚟到主嘅面前嚟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係和平之君。你講你將你嘅平安賜俾我哋，你所賜嘅唔似世人所賜嘅。我哋將心裏面所有嘅憂慮同軟弱都交俾你，求你醫治我哋嘅傷痛，安慰我哋嘅不安。喺新嘅一年裏面，求聖靈喺我哋嘅生命結出和平嘅果子，讓我哋知道，即使面對動盪嘅世界，心裏面依然有你賜俾我哋嘅平安感覺。將來係點，我哋唔再怕，因為有你同我哋一齊。你係賜平安、醫治我哋嘅內心同安慰我哋嘅主。願我哋嘅生命都能夠結出聖靈嘅和平果子，去影響同祝福身邊嘅人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，阿門。好多謝你哋今日一齊聆聽神嘅話語啊！如果你喜歡呢條片，請 Like、Share 同訂閱啦。我哋下次再一齊讀經禱告啦。願主祝福你哋，拜拜。